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新冠病毒，讲一直咧变种。美国的辉瑞药厂甲德国的 BNT 生技公司有上新的研究，讲因合作的疫苗对抗着南非变种的病毒，有效率是降低到2/3。啊，这个英国甲美国的变种病毒啦合体了后，恐惊会造成这个大流行。另外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来证实，讲进前辉瑞 BNT 的疫苗，伫最后的一刻来破局，买互台湾，都是有人出手来阻挡。结果，英国的媒体路透社今仔日就来报道，讲这个德国的 BNT 会有计划提供疫苗互台湾。很少说在最后换约的时候才停下来，不寻常了哈。今日一天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才公开讲，敢若有中国介入，就是讲甲德国 BNT 协商无成。而今日路透社就报道讲，德国 BNT 表示讲要卖疫苗予台湾。不过，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回应讲，拢有继续咧制接，证明讲对方讲会到，爱做会到。听讲有20万剂牛津的 AZ 疫苗，后礼拜对由华航运到位。不过，指挥中心甲华航拢无承认。它疫苗落地到你可以打，最快要1个月，所以看疫苗什么时候落地。是讲，买到疫苗嘛会警觉，因为新冠病毒一直咧改变，辉瑞甲 BNT 嘛发现讲有高传染性的南非变种病毒，可能会互这个疫苗保护力降低2%。另外，有科学家研究讲，美国甲英国2种病毒株发生基因的重组，可能传染力甲对抗抗体能力拢会变强。当2个都把比较不好的基因交换给那个最新的那只病毒的话呢，它的不管是致病力啦，或者对抗体的逃脱的能力啦，都会加强。专家解说讲，像辉瑞、莫德纳拢是 RNA 疫苗，若是病毒有改变，只要修改其中的 RNA 序列重新生产，一般拢会使佫提升保护力。不过，主疫苗嘛毋是100%保护，所以讲袂使放松。